今日嚟到呢個力寶中心啦，咁就補呢啲雲石窿，呢度大概都有成100個啊，慢慢搞啦。咁個客人就要求唔係太高，咁我照補啦。OK， 而家開始，基本上就打磨好噶啦，填咗灰。係啦，有啲一粒粒都基本上平晒，跟住散沙子就上色啦。底色基本上都上面啦，而家畫翻啲紋。冇人幫手揸機，冇辦法，唯有再示範第2次失手斷紋，沒問題的。最後搞得掂就得啦，最緊要畫得係自然。我而家搞掂晒啦，睇下個效果得唔得？啲窿全部搞掂。收工，又完一單，下集見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